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觉得我们林旺爷爷的动物标本做的呢是活生生的？而刚刚说到的活的就是丧改。丧改就是活的喽。那我们今天 GoGo 直击就要带大家直击动物标本师，他们到底怎么做标本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？带您看看喽。林旺爷爷变成动物园里头最大的票本，不只留在大家的记忆中，也长存在动物园里头。重点是做票本改市府动摸感蛋。张大哥，那帮我们说一下哦，制作标本票本到底要注意什么呢？是个有兴趣，然后因为唔敢笑喺度，唔敢危险喺度，因为该剥皮后会当，可能会当恐怖，就等于下唔敢做该种嘅事情。动物园里头，动物票本看起来看上改容儿，他们到底怎么克服臭味跟恐惧感呢？做动物票本改市府工，只要把它当成功德一件，就会觉得乐在其中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保留动物最美好的瞬间。那会不会说真的很臭？因为毕竟都是尸体这些。该做贵则嚟哦，做骨头就袂下臭啦。该像林旺大象喺度吼，该系表皮臭，因就大家清骨头，该就吼就贵性就臭咧，做剥皮就含唔会臭咧。詹德川说他们是动物的送行者，而为了让动物票本看起来看上改容儿，所以他们都会请饲养员同事来鉴定这些票本是不是跟动物很相似。而为了保留动物最美好的一面，做动物票本改市府动永信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会发现真正做的栩栩如生的标本，像是恐龙、大象、大型动物，好像真的就在你眼前一样，真的好厉害哟！当然喽，认识了新的词，重要就是要来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标本、票本、票本。第二个呢就是活的、丧改、丧改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就是动物标本看起来栩栩如生。动物票本看起来和上嘅样儿，动物票本看起来和上嘅样儿，哇，真的想到就好像真的恐龙在你面前一样，真的是很栩栩如生呢。好，下一次再请敏华带我们去认识不同职业、不同的地方吧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